再来看另外一项新科技，应该真侪观众朋友捌拄到注射抽血时，医护人员找无血管，心惊胆怯经验。即马工研院甲经济部合作，成立全台湾头一座生医产业下领域整合的实验中心，研发出一项技术会当解决这个问题。而且毋但这项尔，佫有啥物新科技，咱做伙来看卖。用红外线技术，患者的血路看现现。医护人员无论是要注射还是抽血，唔免阁惊找无血管。肥胖的或者是小孩子血管太细的，这时候呢，我们这一种技术呢有特别的帮助。红色是静脉，红色是静脉，我们靠这近红外的波长打出去，它吸收越多的时候呢，它就会越鲜红。还有这3D 目镜，医生挂咧，只需要目睭一个荧幕。会使完成内视镜手术，那会使减少手术的时间，佫会使提升品质。为要提升台湾生医产业，经济部参工业技术研究院在工研院内底拍造全台湾第一座的智慧医疗实验手药。在这里，我们有跟医院合作，跟很多临床的医师合作，可以马上可以提供很多使用上、临床上医生的快速的回馈。我们可以在术前就做好病灶的严重程度，然后做好手术的规划。那在医师手术的时候，可以提醒他，你手术哪里是安全范围，哪里是你必须切除，哪里是不能碰的。今年因为疫情冲击，再加上5G、AI、人工智慧快速发展，生医产业也不断追求创新。工研院表示，台湾有高水准的医疗服务甲研发能力，相信这个手药未来会使开创更加好的医疗效果甲生活品质。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